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网络明星陈之汉外号馆长。去年的10月，伫直播的时阵，表妹新北市的前议员李婉玉转去甲告。今年的1月，馆长收到传票了后，开直播继续骂，甚至甲对方叫3字经。这拄好互检察官抓到掌头，认为馆长罪证明确，所以用公然侮辱罪甲起诉。李婉玉听到消息讲感谢检察官的正义，佮讲大快人心。种诶，安尼佮甲阮骂哦，李小姐，你要选举了哦，你不要炒新闻。去年10月，馆长开直播伫网络顶面对前议员李婉玉骂3字经，理由是因为馆长讲李婉玉因为无度来直播，就对伊的员工无礼貌，这会真生气，才会开直播直接就骂人。我们不接受直播，然后他就骂我助理。那我们身为老板的人，我们一定要帮他讲话啊。不过直播内容，馆长陈之汉用3字经伫骂这个李婉玉，嘛互对方提告妨害名誉。馆长收到新北地检署传票了后，佮继续开直播伫甲骂。馆长讲这是话某，也毋过新北地检署讲，虽然即马民主社会会使受公平的社会政治事件，一般人嘛会使评论口说，也毋过言论的自由有伊的限度。馆长陈之汉伫直播顶面针对性的讲骂，已经牵涉到减损李婉玉的声誉、人格，也有社会评价。也因为这个理由，认定馆长陈之汉牵涉到犯公然侮辱罪，该起诉。针对馆长被起诉，李婉玉伫昨暝回应讲，感谢检察官的正义，嘛针对民事部分要求伊赔偿100万，未来法院若判赔，会拢总关乎公益团体。馆长是回应讲，各赢各输，社会自有公平。就算输，民众依然会徛伫伊这边。双方有无共款的立场，唔肯让步，只好交予法院来判决。